欢迎收听1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年初四，心意更新。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3章1到2节，新年新美角。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心还有那些美角吗？那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能够继续的来更新呢？习俗在初四其实会认为是一个灵界转换的时间，也就是请神送神的时间，所以会希望在今天要来送神，迎接新神然后迎接这个神灵或者是特定的神灵，让初五开始，这个初五要开始重新庇护百姓，所以会有这个五路财神或是各样的神明，希望可以保佑人民在新的一年继续来领受丰盛。然而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会有这样的习俗，跟我们过年结束之后要继续生活下去，希望能够从人的心里面深刻的直接的来除旧布新。而人的心怎样能够真的除旧布新呢？其实是要回到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唯有他知道、认识甚至鉴察我们的内心，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最适合，他也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心理学家萨提尔对人的心就提出来，人的心其实就像一座大冰山，表面上人跟人之间看得到对方的行为和应对方式，只是在那冰山底下更大的冰山，在那个深水底下的这些眉眉角角，这些眉眉角角包括什么呢？包括了人行为应对方式背后的感受后面他的认知跟观点，以及他对自己、对他人、对他人来的这些期待，还有他内心的渴望，以及很重要的我是谁。所以当人的心里面有了这些眉眉角角，在深水底下其他人看不见，然而这位创造主却是深深的知道。好像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短短的2节讲到了2个人，而这2个人彼此的互动，似乎接下来有学者说，犹太人好像就是从这里开始遇到了即将要面对灭族的危机。然而这个是从什么开始的呢？是从这2个人开始的吗？其实如果我们读经文，我们大概也是看见行为和表面的应对方式而已。然而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透过历史来认识背后的冰山有多深。过了一些日子，亚哈水鲁王提升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当宰相，王下令给所有王宫的侍卫，要他们向哈曼跪拜，表示尊敬。他们都遵从王的命令，只有末底改拒绝了。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读到亚哈水鲁王他提升了，不是救他的末底改而是另外一个人叫哈曼。而哈曼他是谁呢？哈曼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他是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犹太传统认为亚甲族就是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的后代。哈曼是亚甲族人，这对末底改亚哈水鲁王到底有什么影响呢？亚玛利人其实他们过去一向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出埃及记17章就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不久，来到利非定，在那个时候百姓还在争闹没有水喝的时候，亚玛利人就率先出兵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当时是约书亚就是被这个摩西派遣，然后去跟亚玛利人来打仗摩西在山顶就拿着这个神的杖，亚伦户尔就一边扶着摩西的各一手。当他们举起手来，约书亚就战胜亚玛利人。
当他们放下手来手酸的时候，哇，亚玛力人好像就快要打赢这个以色列人了。所以在当时呢，这个神就对摩西说，他要将亚玛力人的名从天下全然涂抹，而且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那个坛很有名的坛，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得胜的记号的意思。甚至后来来到了撒母耳记上15章的时候，末底改的祖先便雅悯人扫罗王，他领受上帝的意思，要来与亚玛力王征战。可惜在那个时候，扫罗爱惜这些上好的牛羊，甚至顾惜亚玛力王亚甲，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结果存留了他的性命，反倒让扫罗王被上帝厌弃他做王，最终失去他的王位。而撒母耳就在吉甲神的面前，就将这个亚甲杀死。末底改和哈曼他们的背景，就是在这个世仇当中，来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到了末底改跟哈曼的时候，想必我们都知道，他们并不是没来由的讨厌对方。而在这里，末底改拒绝哈曼，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是因为世仇，有些人说他是出于傲慢，可能更多的是来自背后那内心里面冰山底下看不见的感受，看不见的观点，看不见的这个期待，看不见的渴望，以及看不见的自我认同、身份认同。然而在今天新的一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当我们来到我们生命的源头，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的行为，我的应对方式大概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再改变了。然而我们的上主就是有办法。在今天看似这个冲突从这里开始，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人真的是很有限，没有办法改变，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上主他带领的方式是如此的奇妙。而当我们愿意来转向他，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他，当我们愿意来承认，从那个最深处、最深处、最核心的，就是我是上主的子民，我是天父的儿女。当我这样开始认同的时候，我会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渴望。我渴望活出天父儿女的身份，我渴望活出上主子民的律法，我渴望活出在这个身份当中，从上主来的期待，从我对这个身份的期待，以及在信仰群体当中我们彼此的期待，这将会影响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有很多的事，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而做了，我们不是在为仇恨而做了，我们也不是在为过去的伤害而做了，我不是为了要疗我自己的伤而做了，而是我因着我的身份是上主的儿女，我相信他会全然的医治我，我相信他对我有最好的安排，我相信他是以赐福、赏赐平安的意念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在遇到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不再只是为了人，为了过去的缺憾，为了内心自我中心的认同，而是为了主而做。就像哥罗西书3章23到24节，他讲到一个仆人如何回应他的主人，好像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只是仆人，我们是主的仆人没有错，但我们更多的是我们是上主的儿女，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哥罗西书这边说，无论做什么，你们都要专心一意，像是为主工作，不是为人工作。要知道主会把他为自己子民所保存的赏赐给你们，你们侍奉的是主基督。在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末底改他的所行所做所事，
或许在那个时代使他得罪了哈曼，然而有更重要的身份是他是天父的儿女，他是上主的子民。他的跪拜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上主；他的不跪拜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上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去分辨什么事情我们做或我不做，是因为我所是。我是谁呢？我怎么活出我所是呢？恳求主给我们这样来的智慧，在这个新年即将要结束，要开始预备新的一天，进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与同事、与主管、与老板，或是我们自己就是老板的人，我们要为主而做，为主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主要每一个人都很有限，甚至我们带着过去的观点、过去的伤害，甚至那个伤害我们自己不知道，好像就是从祖先一直一代一代的下来，让我们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那行为底下很巨大的冰山我是这样回应。但主，你深深的知道，你知道我们的感受，你知道在这个感受里面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因为我们带着什么样的观点。你更知道我们生命当中那深深的期待跟渴望是什么，因为我们渴望活出我所是。主啊，但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不仅只是认同我们自己的族群，只是认同我们自己的国家，更是认同我们在天国里，在主你里面的身份。在新的一年，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不论我们的身心灵都要活得像是天父的儿女一样，都要活得像是上主的子民一样，因为你已经将你要给我们的赏赐透过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带来和好，带来饶恕，带来生命的盼望，带来更新的连结，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让这个大年初四，在这个好像是临界转换之际，也是我们的生命再次更新转向你的时候。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不仅认识冰山上的我自己，更是让我们能够改变冰山下的我自己，让我们为主你而活，为主你而做，明白自己那真实宝贵无可取代的身份，是我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在大年初四心意更新。我们明天见。